举办迈入第10届台湾国际文心艺术展。去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停办，今年虽然疫情有趋缓，但是国际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因为疫情而受到限制。主办单位决定改变形态，3月19到3月21，伫高雄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第1届2021刺客方舟文心博览会的赛事，吸引国内200多位文心歌手参赛。台南市文心职业工会理事长陈国斌对着7点0陈运泰长期投入文心艺术的推广，表达满分的感谢。在我们国内，就是常年这样将近有连续10几年的一个我们非常感谢，就是说高雄在一个主办单位人，首席文生，陈运泰先生，他在这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又停摆1年的时间。那在今年，他以非常高规格的模式管理方式，就是配合政府的所需求的要求的防疫的一个过程，都是做得非常严谨，非常的完美。那在这里，然后让大家就是能够让全国的业者朋友们能够齐聚在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以及活动的地方。在这里非常感谢他。台南市文心职业工会这次由理事长陈国斌率队前往高雄参赛，也拿下20名奖牌的肯定。我们工会这次差不多将近有20店家参与这次这个全国性的一场展会。那在展会上，经过评审委员方面的一个评委方面，我们这次在应该是以团队来说的话，我们得到最高的就是总成绩有20面的奖项。这次的比赛，理事长陈国斌除了家己嘛摕到最佳彩色大图的奖项，更难得是以店内成员，更是得到首届最佳写实大图以及最佳新人奖的荣誉。因为我要谢谢主办单位高雄首席文生，然后举办这一场文生展会，然后就是让我们业内所有的同仁能够一起参加，然后也谢谢他们这3天的辛苦，就是维持展会的流程啊、秩序什么的。然后感谢每一位评审老师。台南市文心职业工会理事长陈国斌表示，今年6月到9月，分别在台北、台中拢有举办文心比赛，伊也带领工会成员前往争取荣誉，希望会当改变一般民众对着刺青的既定印象，持续为文心艺术推广做努力。台南市文生从业人员加油！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